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让美国行政部门可对破坏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中国政府和媒体作出回应，表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蓄意诋毁新疆的人权状况，恶意攻击中国治疆政策，粗暴地干预中国内政。北京表示，他们奉劝美国立即纠正错误，并停止运用该法案损害中国利益与干预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写道，否则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负责人卡拉卡什先生说，中国政府和媒体的无耻和威胁性反应再次显示了中国的真实面目。卡拉卡什先生强调，东突厥散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说，东突厥散有超过500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东突厥散已成为露天监狱，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宗教和文化自由。东突厥散的问题不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人类的普遍问题。东突厥散的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命运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卡拉卡什先生再次呼吁突厥和穆斯林世界关注东突厥散和维吾尔人的命运。他说，东突厥散的人民是突厥人，东突厥散的人民是穆斯林，但是突厥和穆斯林世界受到中国经济利益的欺骗，对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消失保持沉默，这痛苦的事实真可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欧洲国家捍卫民主，应对中国挑战。蓬佩奥星期五通过网络视频对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就中国挑战发表讲话。他说，敌视民主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在周边地区是流氓行为者，而是影响到各国。他表示，中国共产党迫使其他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他呼吁欧洲盟友在自由与暴政之间做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明确发声并果断行动。继美国众参两院上个月以高票数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正式签署该法案，让美国行政部门未来可针对破坏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世界各国维吾尔人对此给予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并感谢美国政府、议会和全体美国人民。居住在美国的数百名维吾尔人聚集在白宫前，对维吾尔人权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此外，埃塞拜疆人呼吁突厥世界支持维吾尔人的斗争，为维吾尔人采取行动。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正密切关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审议。巴切雷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的办公室仍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接触，并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表示，任何在香港实施的新的国家安全法都必须完全遵守中国的人权义务以及保护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国际条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在线记者会上表示，武汉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加速，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他说，昨天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武汉病毒病例超过15万，这是至今为止一天内所报告的最多的病例数。谭德塞表示，许多人对待在家里已经感到厌倦是可以理解，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各国都渴望重振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但是这种病毒仍在快速传播，它仍然是致命，大多数人仍处于易感染状态。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人民保持高度警惕，这些病例几乎一半来自美洲，大量病例也来自南亚和中东。